今年4月是花莲有发生一件血外查甫囡仔，和老母甲老母的男朋友凌迟苦毒死亡。两个大人互法院受押，受押期结束，互放出来了后，即马是又搁传出这个妈妈拄生落来拄满月查甫婴仔面、腹肚拢有乌青，昨昏嘛那亲像是互苦毒。送病院了后，囡仔救无回来。两个人徛伫路边一手，后壁搁对一个抱查甫婴仔的大人。花莲县29号暗时发生好亲像虐待红婴仔案件，一个出事早1个外月查甫婴仔，因为头真侪所在乌青，送医了后宣告救无回来。附近的民众有看到囡仔送医前都已经规身躯软烧烧。他们神色很紧张啊，然后有帮他压心脏。那你有看到那个小朋友的状况吗？他全身就瘫软，他压的时候手是这样子瘫掉的状态。查甫婴仔的父母是34岁姓陈姓宋的爱人仔，拢是毒品人口。今年4月，才伫光复乡虐待死姓宋查某囡仔1岁4个月的查某囝，两个人叫法院羁押2个月。当时姓宋的查某囡仔已经有身，羁押期满释放了后，搬去嘉南乡做伙租厝住。顶个月查甫婴仔才拄啊出世，无想到佫发生好亲像虐待死亡的案件。细嘴所在目前已经有封锁线，检警调查发现，当时除了查甫婴仔，也佫有姓陈的爸爸甲另外2个朋友，父母2个拢否认动手。检方要请法医解剖了解死亡的原因。由于死因初步无法厘清，因此检察官预知择日解剖，后续检察官将会收集相关的证据，以厘清刑事责任。就会以警方还有司法系统一起来共同来处理。让这个案情呢可以厘清。花莲县社会处表示，姓陈姓宋这对爱人仔伫发生第一件好亲像虐待死亡案件时阵，都来做高关怀对象。查某婴仔出事了后，最后一届社工访视是11月15，当时查某婴仔无外伤，而且是阿嬷协助照顾，无想到搁再发生悲剧。后续会配合检警调查，查清楚案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